好啦，各位大家好吼，来看迄个，咱即摆看地球的内部吼，比如讲，咱食饭会知影地球内底生做安怎？对，简单甲学落好啊。问题是安尼吼，咱地球的半径偌济？6000几吼，咱上济，咱摸到偌深？咱人类真经摸过上深的，咱是问是安怎要摸？咱学落的目标是咧创啥？摸遐深咧创啥？一定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是要挖啥物？要采矿。啊，无你袂无聊伊学，伊老人讲啊，这做简单啊，你学落吼，你着咱去美国爱坐飞机啊，美国咱伫咧咱后壁嘛，咱学一个航会安尼吼，啊以后一个坐伫遮往美国，啊你若要去美国也免坐飞机啊，你着为这个坐跳落，啊着爱去写到美国啊，安尼有道理无？问题是你学袂，你学咧你会拄着啥？你会拄着岩浆嘛吼，岩浆2、3千度，啊你对你个砖头拢油去啊，你是要安怎个学？啊你学过了，你是要安怎用啥物固定？你这个壁是要用啥物做？哦，所以这无啥可能啦吼，无啥可能。啊，无可能的状况之下，你当然要知影讲咱内底是安怎？生做安怎？咱用地震、地震，咱这个所在发生地震，伊个地震波会四面传对各地拢会接收，这个数字包括伊个进行的方向甲速度，咱甲迄数字收进来，啊用电脑去分析了后，咱就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内底物件可能。咱是为个密度偌济，伊是固态啊、液态，啊，伊推论讲这可能是啥物物质，所以咱就常常知影咱的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啊，这分析的过程这上专业嘛吼，这是专家咧做的。咱即摆讲伊分析出来的结果，咱的地球吼，咱甲伊的组成的物质分做3层，上外口层叫做地壳。地壳，第2层叫做地壳地核，地核，第3叫做地壳地核。这3层是平均的吼，咱地球的半径差不多6000几，6000几内底这地壳加占平均30公里，足薄的，比2壳较薄。你若要比起来，我甲迄2弹膜差不多啦，吼，2壳的比例算比这较大，互你算6000内底敢若3兆尔。啊，这剩的大部分拢这2层，啊，这2层吼，你会记迄个数字就是，伊差不多一半较少，啊，就咱一半较低。因为伊是2800、2900那里，啊，这个大概3300、3400那里，好，所以伊比一半较少半，啊，伊比一半搁较济。重点是，这3层是用啥物来分呢？咱凭啥物来分这3层？咱评估伊的性质，咱来讲是伊的化学成分啊，化学式啊，啊，咱评为化学式，这2层拢是研究都是岩石，啊，这层吼是金属，铁跟镁的金属，啊，这2个研究伊的成分有哪无同，咱尾仔较详细来讲，啊。例如讲，这2层拢是有啊，这是金属，啊，地壳佫分2种吼，大陆甲海洋，大陆地壳
高，但是要轻，也顶完善，平均差不多40公里。太阳地较重，薄，伫遐下较，平均差不多7公里。这3站的密度伊上济，伊用伊上济，所以伊铺伫顶悬，因为咱星球组成的时阵是一个流体，所以较重的物件拢会接挂着，轻的物件拢会浮到顶悬。所以你看地较平的伊伫这3站内底，伊是密度上济，这地核是密度上大。好，另外咱再分一种叫做岩石圈，软流圈。岩石圈差不多为表面到下骹100公里的所在，这差不多100公至200公，这叫软流圈。你讲，想要搁分这3种，搁分这2种，因为伊分的经度分啥物无共。这想要分岩石圈，就是咱等下要讲的板块。就是讲岩石圈这个物件伊一定是平空空的，平的袂刷叮当的。你若拿个硬纸伊就闭去，随去。但是软流圈这种物件是啥你嘛莫甲想做水安尼的它是麦芽糖安尼。麦芽糖你下，伊袂安尼像水安流动着，但是伊久伊安怎？伊会变形，伊慢慢来变形，这叫可塑性。对软流圈有一点可塑性，伊会慢慢刷叮当。所以，但是唔管岩石圈啊软流圈，伊拢是外口的所在，因为这是板块运动学说主要的部分。伊嘛讲200-300公里尔，所以伫6000公里内底，伊算上外口的所在。咱要研究这个，就是伊甲板块扩大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伊就是以啥物来分？咱如果咱讲这3种是以性质来分，这2种是以啥物来分？伊的状态来分所以状态就是咱讲物质的3态这种状态，固态、液态、气态。无你会混淆。所以你会发现讲岩石圈其实已经包括全部的地壳，但是伊佫有包括最外部的地盘。软流圈全部拢是地盘。软流圈，而且软流圈是外部的地盘，但是它不是最外部。最外部的地盘是钢壁岩石圈内底。所以这2种分法是无共，伊是根据组成的成分来分的，伊是根据伊的状态来分的。你也是了解这。所以咱了解这个了后，咱开始研究是安怎？咱依照拢感觉咱有一个先好讲过。伫200个年前咱地球所有材料拢斗做伙，拼出安尼。200个年前开始拆开，但是学对你拆开，你好好的材料，你想要拆开，伊啥物甲拆开？伊是啥物力量去甲拆开？这个我唔知，我哪知伊去拆？所以无法度。2次世界大战后，发明声呐。开始探测海底地形的时候，发觉，海底居然会扩张。好了，海底扩张跟大陆漂移，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力量？上面力量让它扩张，让海底扩张跟大陆漂移。一直到科学家找到软流圈的存在，把头前迄2个解开谜团。原来就是软流圈的载着岩石圈，也就是板块做相对运动的时候，造成板块在相对运动，因为板块包括陆地跟海洋，
如果它上面是陆地，大陆就漂移；如果它上面是海洋，海底就扩张了。所以最后把这些学说综合成，咱叫做板块构造学说。这学说讲咱地球的表面有7块大的板块，咱这样数下讲，甲20-30块细块的板块，咱板块之间会分开，会刻画。造成咱足侪现象。好，咱先来介绍造成啥物现象。咱先来讲第一种，咱若分开的张裂性。板块拆开的过程中，伊闭开嘛，闭开中是啥？岩浆啊。岩浆就造出来啊！岩浆造出来，若拄着海，伊会变成海底的山，所以甲用声呐去看，咱地球顶端哪有遮长的山，为南极延伸到北极，但是这个山咱啥也无发现到，因为伊规个面伫海底，这个是大西洋中的中央极。中央极哦，那你用声呐探测之后才发现，大西洋的海正中央居然有一道这么长的山脉，从北到南。但是拢伫海底，伊敢有一个所在冲出去的海面，对不对？伊形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冰岛。你听着冰岛，你地理读过冰岛啊未？安尼你应该知影冰岛是不是真的冰天雪地啊？不是冰岛其实做做火山因为伊个张裂性板块通出地表的所在，所以做做火山。其实冰岛表面还蛮绿意盎然的，而且我知道冰岛这个国家近几年数据显示，它有一个地方是世界第一，它国民的阅读率、国民的薪水花在买书的比例上是世界第一。我迄阵拢想讲，冰岛的冰天雪地大家无当出去佚佗，拢买册人出去看。结果毋是诶，冰岛是绿意盎然。将来有一个岛真的是冰天雪地，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岛。世界第一大岛，世界岛屿面积最大的岛是哪一个岛？你知道吗？我们说格陵兰。格陵兰表面97%以上是冰雪覆盖，但格陵兰了知伊的名是啥？伊的英语格陵兰想要翻的，伊叫 Greenland 呢 ，Greenland 呢，伊是绿，叫 Greenland 是冰天雪地 ，Iceland 是绿意盎然，这是 B-man， 这是怎么回事？咱两个应该换名对啊，你还应该叫迄个 Iceland 啊，我应该叫 Greenland 啊，是伊号名是咱看迄个中国讲的，欠啥无啥对无？我唔知啊这有人号名嘛做奇怪喏。好，咱若拄着迄个，这是海咱若用地变做裂谷。譬如讲东非大裂，东非大裂有个口卡闭开，爱做深的，你若跳落跳袂啊你若无去跳了，但是你的电伙伴有无线电惊者应该是考讲，无，你人无安怎无？还有回应我无安怎？你骹有断去无？无骹好好，你手有断去无？无手好好，安尼好加载，无啦，我下到一半还袂到底，还在坠落的途中落唔知偌深这个大裂谷伊一直闭开伊是因为非洲东非大裂谷还没有裂到海边，伊若闭到海边伊会安怎？当然海水就入来遐就变海我是讲阿拉伯半岛边仔的红海甲里海，拢安尼来，当迄时拢合作伙
因就是开始逼开变做裂谷，逼到海边啊，海水落来，从啊变做红海、里海，所以摩西分红海，故事我当初是拍起来啊，是讲咧神话拢上岸落分开，互迄埃及的军队用袂过来，出埃及记嘛，啊，出埃及记，所以迄真正裂谷就是战略性板块啊，战略性板块的边界。啊若合起来的聚合，聚合的形成啥呢？你若讲海洋地壳拄着大陆地壳，伊会形成海沟，海沟啊。日本旁边有一个世界最深的，大家知无？叫做马里亚纳海沟，伊的深度最深11000多，那种喜马拉雅山8000多，填下去还填不住。那最深的地方哦，你知道那个地方哦，我们有没有人下去过？有。3次哦。你看的数据是3次哦，我看到说还2次。我看到第一次是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因为2次世界大战使用潜水艇啊，因为潜水艇啊科技啊无做好的，所以那潜水艇上飞都是全那个3、4千公尺的，已经很吃力了。另外打造完啊，2个人再2个人下去，一个美国军官，一个探险家。就迄个耶稣刚刚过新闻哦，点落去，我想要点落去，因为失败几率足悬的，若失败吼，就当作失踪人口的那个带到海底啊，带拢无人知，因为足变小的，计划失败。边仔一半要到的时阵吼，迄船舱玻璃吼，外口顶个闭去吼，迄阵两个讲，咱要继续闭嘛是要甲讲，上去了，上去了。玻璃已经裂开了，啊，最后继续顶了，顶到海底时阵嘛，有啥物件？啥物都无，敢若土尔，扬起万年的尘，亿万年的尘。第一次有人去打扰，连深入都无啦。为了成功要新起来，还没有上去的时候，新闻已经发到全世界了，说人类登陆最深的地方成功了。后来做久的时间都无人去落去，只要无人去落去，因为下骹啥物都无，你下骹看着拢选少的，跟讲无啦，佫几百道啊，结果就是拢无啊，所以无人有兴趣啊。华裔导是《星际大战》的导演啊，伊做好起来，他有很爱冒险啊，他自己做了一艘潜水艇下去。以现在的技术，没有生命危险，都没完成他的愿望。马上就感慨去太空多少次了，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地球啊，不是很有兴趣。伊嘛有一个机会讲，去了高雄港坐，就讲马里亚纳海沟伊大家准备去遐看一下那个1万年的尘土对你朝鲜。你大陆板块遇到大陆板块，伊的形成叫做造山运动。咱的喜马拉雅山甲阿尔卑斯山拢是安尼来，喜马拉雅山是印澳板块弄着欧亚板块，两个大陆板块容易伊会形成山脉，这个造山运动。这两个所有的板块边界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安怎？伊拢足侪雷达、地震啊。咱台语雷达是讲地动、雷达、地震，较做做啥？
龟山，啊，咱台湾主要是番地、高江，所以咱下当做成看到，哦，就是安尼。好，咱先讲到这。